非常感謝 Job Market 頒發呢一個2025年卓越僱主大獎，連續2年獲得呢個獎項，不僅係對中銀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嘅高度肯定，更係對中銀香港長期踐行以人為本理念嘅最好印證。配合集團戰略同業務發展需要，我哋綜合運用多元化嘅招聘渠道，持續拓展人才來源，積極吸納同儲備各類專業人才。此外，年輕一代係銀行未來發展嘅推動力。我哋參與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同外間機構統籌舉辦嘅青年培養項目，亦都推出見習管理人員計劃、東南亞啟航實習計劃等等多個青年人才發展項目，喺全球招攬有志加入金融服務業嘅優秀大學生，持續為青年人提供成長同發揮潛能嘅平台，同時為銀行儲備優秀青年人才。我哋亦持續優化薪酬福利體系，並積極倡導工作同生活平衡，促進職場福祉，讓員工獲得事業發展嘅同時，更加感到關愛同埋幸福。呢啲措施讓我哋喺激烈嘅人才競爭當中脫穎而出，成為業界認可嘅卓越僱主典範。我哋作為一家區域性銀行，分支機構遍及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尼、柬埔寨、越南、菲律賓、老撾、文萊同緬甸，致力為當地客戶提供專業優質嘅金融服務。為配合近年東南亞區域業務嘅快速發展，作為區域總部，我哋透過一體化嘅人才策略，為東南亞機構搭建平台，招聘同培養優秀人才，提供堅實嘅人才支持保障。對求職者而言，我哋能夠提供嘅係一個覆蓋區域市場嘅發展舞台，以及系統化嘅配套培養機制。如果你希望突破單一市場嘅界限，喺區域金融平台上發展自己嘅職業生涯，我哋誠邀你嘅加入。